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勇台语，我是阿勇啊。即摆要来读《囡仔王子》第3章。《囡仔王子》第3章，为着要了解伊对地来，互我了真侪时间。即个囡仔王子问我真侪问题，总是自头到尾毋捌应我的问题。要了解伊，简单会当对伊无意讲出来的话去谈。亲像讲，伊头摆看我的飞轮机，我无爱画飞轮机，画飞轮机对我来讲伤复杂，就问我讲：这到底是啥物件？这毋是物件，伊的杯是飞轮机，是我的飞轮机。要互伊知影讲，我的杯是真嚣摆。了后，伊休讲：哈，你对天顶落落来？我歹势应讲：嘿，哈，真好笑呢！囡仔王子笑甲叽叽叫，笑甲真古锥。毋过，伊的笑声互我足刺激的。我足无爱人甲我的不幸当做咧佚佗。煞了，伊佫讲：若安尼，你嘛是对天顶跋落来？你住伫倒一粒星？伊的出现哪会遐神秘，互我想拢无。我青蹦白蹦问伊：安尼看起来，你毋着对别粒星走来？伊煞无应话，伊头晕晕啊打起来，直直看我的飞轮机，佫讲：这是真的，你无可能对远的所在来，佫对天顶。毋则，伊点想真久，过来对落地仔任我画互伊的样仔，迷烂伫即项宝物的梦想呢。你会当晓着讲，是安怎我会对即个毋知伫倒的别粒星伫奉献？毋则想办法要知影较详细咧。囡仔兄，你为地来，倒是恁兜？你要甲我的样仔带去倒？伊点皱，想一困才应我讲：你互我的迄卡箱仔有一项利便，就是伫暗时会当互样仔做困的所在。你若乖，自然得我会摕一条锁仔互你，日时就会当甲样仔绑起来。我阁会互你条仔通好绑样仔。我会建议哪像去甲即个囡仔王子惊着，绑起来。你的 idea 太遐奇怪。我讲，你若无甲绑起来，伊会四界乱走，会走无去。我的囡仔朋友佫笑甲叽叽叫。啊无，你要叫伊走去佗？凊彩，伊面头前遐。过来，即个囡仔王子真诚恳讲：这无要紧，我住的所在，逐项物件拢真细。煞了，伊用撩仔文的声讲：伊面头前的所在，毋过无人有法度行真远。